所以一定要来佛堂开发。那么来佛堂接受教育以后，真的我们就能够做个心灵的富翁，因为佛堂真的是我们良心道德的一个培育所。因此，诸位同学，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的知道说，我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就是我们的体会班。那当然，我们的国台体会班，年轻的我们会来听国语的体会班。那因为或许平常讲的都是闽南话国语可能没有我们有组长年轻的我们这边年轻的一个族群里面讲的不会这么的标准，但是你们委屈一点好好的听了有不清楚是说有不标准的点，那请我们说今年能够多多的包涵像或许第4年教育班1点20到3点，好像3点还是2点40，是在金州国语班讲课。来3点到4点20是到国语班讲课，不台语班，结果后面讲了国语后，再转到台语班，就真的用国语的学习，那个台语班的领班就那个指标了。讲事情说台语，讲台语还是要装的上一个。那么好，那我们今天是要用国语发音国语发音来学习，那后面就进入我们的一个主题。因为今天要学习的课程说起来是简单，也是很简单，但是你要说简单的道理，但是有很大的启示很大的启示。那后面在开始之前，我们现在看一个影片，因为要这个心灵的富翁，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这个小朋友长得很帅，他当然也装了破鞋子，大家都笑他这双鞋子是从哪里捡来的虽然是破，但是他可以穿的可以走路。他希望他能够像他一样，他的愿望就是想要变成他，可是他不知道，人像我看不知道他觉得他可以穿着鞋子实在跑跑跳跳的，因为他脚动作走路看他就来推他。你看太好了，他看到他是
需要，虽然穿着新鞋子，但他是需要做独立的。所以说，比上不足，比下不足，有余。那我们人就是要感恩我们所失去的，珍惜我们所现在拥有的。那这个影片就这么的简单，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状况是要非常珍惜的。虽然穿了一双破的鞋子，可是他可以走路；虽然他穿另外一个穿了一个非常新的鞋子，但是他的脚不能够走路。所以上天给予我们什么，我们要珍惜。可是我们如何突破，如何改变？这个今天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心灵的富翁，如何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如何来真的创造我们一个非常崭新的岁月？或许都常常在学思考我们以前没有进入国场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对人生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接近国场，接近上知识，接近经典的时候，以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就是何种态度？因为态度决定我们人生的高度。所以说，不管是在读书，是在职场，是在道场，是在家庭，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或许都常常在思考，这个中国字很有意思这个态就是一个能，一个能跟一个心。那你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才会说信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那你心是怎么一个态度，你就拥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因此，后学常常这样讲，我们做个心灵的富翁，我们一定要有正能量。那正能量在哪里可以得到？经典佛堂还有我们的善知识。因此，后学常常思考说，在这一辈子里面，我们交到什么，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父母，像后学遇到什么样的老公，以后我遇到的什么样的朋友非常重要。那来我们道场，我们所接触到的善知识，也就是我们的同修，都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善良的态度来跟我们共同学习。所以说，我们这个心灵的富翁，首先要有正能量的通电，要正能量的通电。那后学来跟各位分享何谓正能量。那这里或者以我们济公老师3句话来跟各位分享，有一种话，世人永远无法拆穿它，就是老实话。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经典，也就是圣言量，我们的孔子说的，没有人敢推翻；佛所说的，没有人可以推翻；仙佛说的，没有人可以推翻；济公老师说的，可以推翻。那叫老实话。那我们在职场上面，或许跟各位分享，以前我在统一销售公司上班当会计。那我们以前经销商有一个，他叫光才这个阿爸，我光听他的权利，他现在还在那个我们那个林董那边上班。我那天在农会超市遇到他，我说你还在那边上班你说没啊，是你姐，我一小我一岁上班，他小朋友那个业务长得就是不会很帅，没有像我们一豪那么帅的就是不会很帅就你看第一个印象看起来，你觉得老板绝对不会去选他去做业务，可是他是本来是我们的像售货的司机的一个助手，那后来当业务。或许都觉得说这个人在当业务机会好嘛，可是每一个月或许在算他的薪水，那是我们12个业务里面第一通配。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很老实。他送过去的做业务去的时候，司机送出来之后，他可以就先出新的方案里面，他可以帮老板换货，就是排货排得非常的好，铺货的时候也铺得很会
业务什么最好？什么奖金最好？突破奖金，就是统一公司的新产品出来，你出去突破不管你卖得出去卖得不出去，那个新的产品突出去没有卖，就是钱是要收回来的。那这个过程里面，它突破奖金最高，所以它就是老实让店家非常的器重它。能够觉得他这个是老实的业务，他不用怕他，不用防他，所以他的突破奖金都是第一名的。叫什么懒？我现在有第一名，应该副组长就是他，就是不是很会做手的一个他现在是跑农会超市，因为农会超市也要这个经验的的业务才可以去跑农会超市，因为农会超市的业绩会比较大。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学习心灵的富翁，要有一个正能量。我们讲的话一定要是老实话老实话。那有一种水，世人永远无法用尽它的，也就是我们的智慧水。那么智慧水是我们本质具足的。圣贤先佛常常跟我们说，何其自信这个是我们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质具足，本质清净，本无动摇，而且能生万法。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智慧水。可是这些智慧我们本来具足，为什么我们还要来佛法学习，体会它，来开启我们的智慧？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流浪了6万多年。那在这个人世间轮回流浪的过程里面，我们污染了很多的物欲，还有我们过去世所引来的气病。所以说，人家才会说我个性就是这样我讲话就是这么大声，我就是这么喜欢的骂人，这个叫做我们个性。但是个性还是会决定你的命运的一定要接受改变一定要接受改变。所以说，这个智慧水是我们永远用不完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所以在老子他才跟我们说我们本是具足的贤弟之门，是我们的天地根我们真的用之不竭。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回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心灵富翁一定要找回来的东西那有一种世人永远无法忘记它，那是圣仙佛。为什么我们的点门师，我们的洪助理要安排一天里面有4个班在进行？我们有青少年班在4楼，台语班在3楼小天使班在隔壁，连我们的经理室我们的那个会客室都要挪出来给小天使班用，而且我们不会班在这里。为什么要4班的一个安排？不外乎就是真的要让我们能够学圣仙佛，每个人都有机会你没有这样分开来上的话，小朋友不要跑哪里去，就会很惨像现在小朋友上